呢幾日啊，甲流真係好犀利啊！我自己都中咗招啊，包括我公司已經有5個同事攞咗假，但係咧都阻攔唔到我哋拍呢台車嘅視頻啊。上集啊講緊話呢個汽油箱已經係拆咗嚟整翻啦，試車之後發現真係水泵嚴重漏水啊！大家有諗到呢啲咁嘅車咁舊喺邊度揾配件呢？呢個係一個好煩惱嘅事情嚟㗎，因為往往咧都要佢去外國寄，有時唔係話45天，有啲係60天。就算有貨啊，佢都可能要個 DHL 發嚟都20天。其實好多廣東省嘅大臣可能有做開啲復古車，可能佢哋都未必有呢啲存貨。所以就算喺廣東省入邊專收保時捷嘅，可能佢哋都未必幫手調到貨翻嚟。呢個水泵其實壞到點樣？鬆得好犀利，嚴重漏水啊！最後決定啊，我哋都係攞出去加工廠做重新維修呢個水泵啊！大家冇聽錯，水泵都有得整啊！咁呢個辦法係冇辦法中嘅辦法。會長喺好多年前我入行嘅時候，01、02年嘅時候，澳門嘅零件配套啊都係好短缺啊，大家師傅都係進行維修啊，正式係萬物皆可修。以前整水泵其實都好平常嘅事啊，只要你有少少頭腦，同個加工廠配合好少少咧，其實有相同嘅組件可以壓床壓翻入去，都可以換得翻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喺加工廠加中咗水泵翻嚟，而家準備裝啦。咁除咗呢架車做咗水泵之外啦，仲有一啲輕微嘅尾避震漏油啦、波箱漏油，我哋都今次解決埋嘅。所以咧，其實當年呢啲車咧，其實嗰啲配件咧都係有好多車比較通用，我都會揾相同嘅嘢改上去噶。所以呢啲咁嘅復古車維修起上嚟，只要揾多啲翻網喺外國抄資料，多啲去睇下咧，其實好多嘢可以相同使用嘅。有咩復古車嘅問題，其實可以諮詢下我哋，有可唔可以能夠維修嘅，我哋可以解決到你嘅問題嘅。